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平安心，三个来敬拜上帝。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应援在保守你。日是日头袂伤你，暝是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各款的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三个的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8首。圣诗第8首，夜幕观看中枪无穷，千万气势破乱天空，火海交战更流雷霆，宣扬上帝创造丰功，日头出现人生西路，彰显上帝权力创造，日发光照遍宇宙，时间大观通万有。圣经来圣诗第8首，咱起立三个来念。天满地是
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昆州彼拉多殿内受苦，正是第死埋葬到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倒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研开圣经圣诗后面启言文27，圣诗后面启言文27，1047页。诗篇113篇，启言文27，咱三个来启言，着称赞上主。上主的荣名啊，着称赞上主的名。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现在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上主统合万国，伊的言光超越中伤。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这是我的所在，伊对仁爱提拔善恰人。伊对所互因甲贵族办做伙。甲阮国的贵族做伙坐。伊互袂生的富人有大家庭。请这有真侪囝的老来欢喜，着称赞上主。咱同心下头来祈祷。即生天父，阮感谢你，互阮大家安然自在、平安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伫即时所发生的冲突战争，造成侪侪死亡死失、家园破灭、厝体财产严重毁没，人生上悲惨、上痛苦的代志，犹原时时刻刻地发生。主必怜悯疼痛的主，愿谦卑迫切恳求，主你是大权能，将一切事拢会当紧紧停落来，用平和解决所有冲突的问题。亲爱的主，你是葡萄树，阮是你生命连结捏造的模样。阮搁较意爱甲你哪来哪亲像，愿阮伫阮生活、工作所行所做，拢有主你的模样款式，形成一人。主啊，我为着圣心灵欠满的兄弟祈祷，主你知阮有时信心倒退软弱，意思魔鬼要吞食，求主坚固阮信心，亲亲祈祷，常常较无你的话，哪手在你的对边，时刻靠你过每一日。求主甲阮同在，安静阮的心，放下一切重担，领受主你活命信息，对牧师讲出的话，互讲的、听的，拢得到赐福，拢得到帮助。感谢主，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赞美，请圣乐队。你现在。
清早我要快乐来唱歌，来感谢圣母对用诗歌来带咱来学乐上帝，享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出埃及记17章第1节到12节。出埃及记17章第1节到12节，华本89到90页，汉语本17到18，现代中译本90到92。出埃及记17章第1节，咱来看，我来读。以色列人全花趁耶和华的面顶，照罗赞对神的旷野进前行，利未顶载赢，百姓无水通啉，百姓甲摩西计划讲，互阮有水通啉。摩西甲因讲，恁啥事甲我计划？啥事气耶和华？百姓伫遐真喙焦，爱啉水，就哀怨摩西讲：你啥事带阮对埃及上来？互阮甲阮的兄儿、阮的精生，拢喙焦死。摩西就求着耶和华讲：我对遮的百姓要怎样做啊？因差不多要用石头钉我。耶和华甲摩西讲：你做百姓的头前行，带以色列的长老几若人甲你去。你的手着掠前日拍河水的板仔，看我要徛伫你的面前，伫破裂的石盘顶，你拍迄粒石盘，要有水对遐流出，互百姓啉。摩西就伫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行，伊名迄个所在叫马赛，搁叫做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计较，搁因为因试耶和华讲，耶和华伫阮中间老婆。第8节，于是亚玛力人来到利未顶，甲以色列人交战。摩西甲约书亚讲：你替咱拣人出去，甲亚玛力人交战。明日我的手要举上帝的板仔，徛伫山顶，对迄粒约书亚照摩西所甲伊讲的行，甲亚玛力人交战。摩西、亚伦甲互尔拢上山顶。摩西手举起的时，以色列人就较赢；手垂落去的时，亚玛力人就较赢。纵是摩西手酸，因就刷石来揢伫伊的下面，伊坐伫石顶。亚伦甲互尔有伊的手，一个伫即边，一个伫迄边，伊的手就自在直直到地倒。约书亚用刀刣亚玛力人甲伊的百姓。14节，耶和华甲摩西讲：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对天的完全识别伊，你就用即个写伫册做纪念。佮讲互约书亚听，摩西起一座坛，互伊的名叫耶和华尼斯。佮讲耶和华已经手抓，耶和华要代代甲亚玛力人交战。以上，愿主的话诚侪咱放赞。讲到今早起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上帝伫咱中间，咱一起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11月份的第1主日，
咱就对伫出埃及记17章第1节到第16节，咱来思考一项代志，就是咱正做同一间教会，咱西湖教会伫即个所在已经38档。咱爱思考的就是咱为虾米组织做伙，咱也爱思考咱为着教会的事工，咱来出力出钱，出咱的时间，咱的目的到底是啥物？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先做伙拗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伫阮的生活中间，你帮助阮透过你的话，就是透过记载伫圣经中间的每一句话，你让阮会当伫毋知影安怎做的时阵，阮透过查考圣经，阮会当得到对伫主你来的指示。也伫阮对伫真侪代志无办法了解的时阵，你也透过你的话，互阮对伫圣经，透过阮兄弟姊妹彼此来分享你的话，也帮助阮会当知影你爱阮怎样来做。所以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时间中间，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亲身来听见你对阮每一个人讲话，也帮助阮，互阮会当因为有主你的话伫阮的中间，阮信心会当哪来哪坚固，也互阮会当哪来哪熟悉你，哪捌你，互阮所做一切拢会当照住你的指示。恳求上帝你带领阮以下的时间，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落去遐这，圣经是一本有关上帝的册。圣经要互咱拢会当知影上帝是啥人，圣经也要互咱知影上帝的要求到底是啥物。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是出对出埃及记，旧约的出埃及记中间。伊的信息实际上非常清楚，就是上帝是美好，上帝是神，但是上帝的美好是因为伊就是美好，上帝的美好就在伫伊的作为拢是好，所以出埃及记每一章的中间，拢甲咱讲的就是。上帝美好的作为怎样？伫伊对伫以色列百姓的拯救，甲以色列百姓伫上帝带领下面所经历的一切的中间，上帝美好的作为会当来显现。上帝美好的作为显现伫上帝拯救。甲显现伫咱伫上帝引带的下面，咱生活中间所经历的一切。落去遐这，出埃及记17章记载了两项事，上帝的大气力显现伫两项事的中间。第一项事就是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无水通啉的时阵，上帝互石盘来出水。第二项代志就是以色列人甲亚玛力人交战来战赢，这两项事。第一项事发生伫以色列百姓军队上帝的引带来到西奈山的山骹。伫利非定则赢，伫遐因为是旷野，以色列百姓喙焦，但是找无水源，所以就开始埋怨，对伫摩西来埋怨上帝。落去遐这，
我想埋怨是人的本性。常常咱拄着甲家己所想的无共款的代志，也是领受着家己无意爱的代志，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我想即马网络的时代，有时阵即个资讯爆炸变做啥物？你随便手机啊拍开，就是一大堆的消息来源；电脑拍开一大堆消息来源；电视拍开一大堆消息来源。听遮济，煞有时阵咱无办法去消化遮尔济消息，也是讲有时阵咱也无去注意即个消息到底对倒位来，是啥物目的，要达到啥物效果。地教讲有时阵真正21世纪，咱的社会煞变做以前是资讯封闭，所以咧，足侪我会记起我细汉的时阵搬去我表哥所本来住的所在，阮就甲我的即个阿姨买厝，就现着足侪迄以前的大学生，为着要第一手资讯，拢爱看什么 Newsweek， 迄当阵即个新闻局拢会甲迄个 Newsweek 内底有的文章规个藏起来。你敢经历过？咱在座即个较有年纪、较有经历迄个时阵，以前为着要世界的讯息，咱去买，迄当阵册阁真贵，一箍美金换45箍的时代。Newsweek 新闻周刊，美国的新闻周刊，看英文的文章，要了解即个世界新闻。但是咧，一掀开内底有的所在拢去迄个新闻局甲伊抹黑，还是加掉。我会记细汉有即个印象，我表哥伊大我差不多10几岁，迄个伊大学时代所读的迄个外文杂志，内底拢有画条的部分，只要跟苏联有关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系，甚至到后来，搁连日本话拢爱画条。你敢知？迄上汉的时阵，我细汉的时阵，迄个新闻局长，迄叫做啥物姓宋的迄个时代。迄个日本话连日本字拢爱画条的时代，迄是搁较罕。但是咱即马煞变做资讯太多，煞变做咱有时候缺乏判断，然后咧，甚至咱继续传搁会加油添醋。因为资讯实在太多了，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传的是什么。所以讲回来，讲到埋怨。有偌济时阵，咱听真侪埋怨，但是咧，埋怨的背后到底是啥物？以色列百姓因为无水通啉，找无着喙焦来埋怨，然后咧，因直接就埋怨啥物？第一埋怨摩西，拢是你害阮的；第二个埋怨啥物？上帝，上帝毋是带领咱，上帝伫倒位？其实咧，无水通啉，就去找水就好啊嘛。有时阵咱就想讲，这个历史真好，真趣味，就是安尼。无水就去找水，无水会当乌井。哪会以色列百姓迄当阵是埋怨摩西，埋怨上帝。但是咱活伫咱家己的生活中间，咱嘛常常去埋怨，对无？咱莫笑别人，咱家己常常嘛共款。亲像上帝伫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过程，一直到以色列百姓伫旷野的中间，上帝持续伫遐显现。伫日时是风挑来引带以色列百姓，暗时是火挑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佮互因伫黑暗的所在得到光明。互因会当勇敢壮胆来向前行，但是以色列百姓只要一感觉到家己的需要无得到满足的时阵，煞上帝安怎带领拢袂记一啦。
甚至因就开始伫遐怀疑讲，上帝敢真正临在？上帝敢真正甲阮做伙伫地？也因为安尼，就将因即款的疑问、信心的危机，转换变成对上帝、对人的控诉、埋怨。但是，咱爱思考的一点就是，上帝甲咱做伙伫地，敢等于讲咱个人的需要拢得到满足？上帝甲咱做伙伫地，敢真正你所意爱的你拢得得到？上帝听咱，敢表示讲你的需要，上帝拢100%爱去满足你。亲像讲囡仔还未大汉的时阵，还未成熟的时阵，拢会安怎？会甲爸母讨物件，要什么礼物？还未考虑中即项物件，敢会伤贵？爸母敢负担会起？未去思考讲，我即马遮尔细汉，我用 iPhone 15一个几若万箍的手机啊，敢会奇怪？无安尼想。囡仔时代，你想要啥物，你就甲爸母讨，你袂去想遐济。但是咱大汉了后，咱就会开始思考啊，思考讲，即项物件我真意爱，但是咧，我敢要即马得到？无即马有搁较需要的物件，爱去处理。你会想讲，这伤贵的物件，我若得到即个礼物，我敢会歹势？就开始会思考真多啊。但是你若无成长，就开始埋怨一大堆啊。若有错都是别人的错，那变做安尼，久了后，人就感觉讲，你这个人无成熟。人会感觉讲，你这个人负能量太多。这就是埋怨对伫咱的人际关系真正影响真大，真正影响真大。无错，咱生活中间拢有真多的不得已，咱生活中间拢有真多安怎心有不甘。但是咧，你若变做拄着人，就是埋怨。拄着人，就是遮个负面的话，无错无错。兄弟姊妹大家做伙，彼此体贴。但是你若变做你的人际关系，对伫你的朋友，对伫你的兄弟姊妹，变做甲伊当做垃圾桶而已，人嘛会挡袂牢啦，人嘛会挡袂牢。老实话，所以为虾米有时阵，咱会变做讲，无错，你有对现况足侪不满，埋怨不要紧，但是若变做规工负能量，讲实在话，难免你的人际关系受到影响。你伫遐搁因为安尼来埋怨你身躯边的人，安尼嘛毋对。所以讲起来，咱伫出埃及记17章的前半，咱读到以色列百姓的埋怨，有时阵咱爱思考的就是埋怨这项代志，为什么咱爱来避免？也是讲咱伫埋怨的中间，敢会当嘛去思考怎样解决问题？因为你埋怨到最后，你埋怨的人通常是替你解决问题的人。这就是即马台湾的政治，遮尔乱就是安尼，敢出来解决问题的人，通常拢是互人骂上惨的人。直到后来，无人愿意解决问题。直到后来，大家敢若伫遐骂就好，骂上简单。解决问题的人呢，鸡蛋不够鸡蛋不够解决鸡蛋不够的问题，但是解决鸡蛋不够的问题的人，最后要下台。疫苗不够，人解决疫苗不够的问题，结果咧，
勇敢想要来解决疫苗不够问题的人，后来被人家骂谋财害命，这就是咱即马的社会现况。咱即马的社会现况，甲当时伫旷野无水通啉的以色列百姓伫遐埋怨上帝，伫遐指责摩西，敢有差别？所以咱转来信仰来想，对咱基督徒来讲，上帝的同在，敢顶有咱个人的需要，拢得到满足。我想咱的答案是无拄拄啦，无拄拄啦。上帝检视伫咱的中间，毋是用咱即马的处境怎样来决定。上帝敢有伫咱的中间，这毋是伫用咱即马过偌好偌歹来决定。绝对毋是讲你即马顺利成功，上帝就甲你同在。然后咧，万不幸你即马拄着人生的低谷，然后你就讲上帝无甲你做伙伫地。上帝甲咱做伙伫地，也无敢是用咱家己、咱个人的状况，你来做决定。哎，这种怪怪吼。所以出埃及记17章2节有描写以色列百姓因的不满转变变成咱台语讲计较，和合本讲争吵。其实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控诉，就是亲像伫法庭的中间，原告控诉被告的动作。不管是争吵、计较、控诉，这若对伫上帝，这是真正非常非常的好大胆啦吼。但是咱思考的就是争吵，咱台语圣经讲做是计较，这其中就有啥物因素伫内底？个人的因素，为什么常常埋怨变成不满，埋怨变成相争，变成冤家？用咱台语来讲，这其实就是一款计较。后来拢是个人啦，你若完全用个人做第一个思考，当然啥物代志拢会当冤家，敢毋是安尼？你看，有时阵连座位拢会有出问题，有时阵徛倒位拢会有问题。这个宪歌队上惊着啥物？排那个站什么位置？啥物人这啥物人较高唱，我要徛伊边啊！啥物人讲歹势会噪音，我无爱徛伊的边啊！后来变做大家不愉快，这是足侪教会拢会出现着啦。咱莫想，咱莫笑，可能咱无发生过，但是真侪教会的圣歌队拢有即款问题，徛倒位拢会伫遐争真久。你要唱歌的时阵要徛倒位，拢伫遐变成大问题，甚至佫会当冤家。这拢是为什么台语圣经讲计较？计较就是为着个人，为着团体的代志来计较。听起来怪怪，因为计较就是个人的代志。为着团体，你会当讨论，甚至争论拢袂要紧，甚至辩论拢袂要紧。但是万不幸变成计较，变做你个人。所以即个牧师讲好，伊顶礼拜无甲我拍招呼，这怪怪吼。人牧师迄无用啊！人牧师迄当阵拄好有教会代志爱处理啊！迄当阵有一个会友，迄找牧师有代志啊！伫外口讲牧师顶礼拜做礼拜，拢无爱甲我请安。人就干那会当无用的时阵，真正干那会当讲平安2字啦，讲老实话，所以这嘛是牧师，这也变成抱怨了，不好意思，这也不好意思，
可是我们真的真正就爱知影讲，为着团体的代志，咱个人来计较，这就是真奇怪的。因为百姓对伫上帝敢有同在即个问题的不满，煞变成伫遐大家伫遐冤家。这到后来就变成是因为我的需要无得到满足，所以咧，我要来将即个我的需要无得到满足，来变成一个大问题。我的问题上好变成大家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咱人的团体常常会出问题，常常就是安尼。拢是个人的代志，你上好是大家拢来吵上好，变成团体的问题。敢是爱倒变，一个团体有啥物欠缺，然后咧，团体的问题，我认为是我的问题，所以我来参与伫改变的行动。这爱倒变对无？团体的问题，若大家拢认为讲。大家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所以咧，我要努力来改变，我愿意投入，这是一个健康的团体。但是一个有问题的团体是啥物？我的问题上好拿做大家的问题，然后咧，安尼上好拢毋是我的问题，这是你嘛有责任。就是安尼，真侪人的团体拢会无平安，就是安尼。你想要将你个人的问题拉到最后，变做大家的问题，变做团体的问题，这是倒变的。所以，百姓以色列百姓伫遐开始，因为无水通啉，所以伫遐怀疑上帝的权能。然后要求摩西爱互上帝亲自来展现能力，互因看会到。落兄弟，无错，当咱人伫遭遇着苦难、拄着困难的时阵，咱可能拢会问：上帝伫倒位？上帝伫倒位？但是，这个问题，你毋是要对上帝的话来探讨，你毋是要透过信仰的方式，直接问上帝，也是等待上帝回答。你若问这个上帝伫倒位这个问题，掺杂太多，你会自我做中心。自以为是，煞变成耶和华敢是伫咱的中间，这煞变做人的自高，对上帝来挑战，也是讲挑衅。你拢是用你个人，拢是用你个人。落去下这。因为安尼，上帝命令摩西带着以色列长老来到伫西奈山顶面的石盘，上帝徛伫石盘顶，互摩西伫百姓的面前去拍迄个石盘，就有水对石盘流出，会当互百姓来啉。但是出埃及记所记载的真重要，就是摩西将迄个所在号名做啥物？玛撒，试探。以色列百姓试探上帝。迄个所在佫名做米利巴，就是三更计较。我想，即个号名的重要性。就是互咱知影，上帝是怎样来看这项代志。你的需要要得到满足，但是你
是愿意找求上帝的旨意，等待上帝来出手，也是你主动然后去挑战。上帝啊，你若无安尼做，安尼你就是假，你就是死的。这叫做试探。头前迄叫做伫信仰的中间来顺服，后壁这叫做试探。差别就是遮尔啊大。过来米利巴计较，拄则讲计较就是个人的需要无得到满足，所以咧将伊拿做团体的问题。啊，常常咱来想，真正个人遐尼重要吗？真正个人的需要是超过团体的需要吗？咱就爱来思考啊。过来，出埃及记17章后半段讲到以色列百姓的第一场战争。根据旧约创世纪的记载，亚玛力人是以扫的后代。以扫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的阿兄，然后咧雅各骗着以扫大囝的名，所以咧以扫甲雅各就安尼结冤仇。当然后来雅各甲以扫得到和解，因兄弟后来是和解，但是这就足奇怪啊！子孙，祖先拢无迄计较啊，子孙伫遐计较半步，所以亚玛力人后来变成以色列人的世仇。所以《申命记》25章17、19、18节，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讲：恁若会记即恁出埃及了后，亚玛力人伫路上安怎对待恁？怎样伫路上拄着恁，趁恁伫遐真欠缺野性的时阵，攻击你后边所有软弱无力的人。过来，亚玛力人无敬畏上帝，这就真深刻的。所以咱即马看到以巴冲突，但是历史学家甲恁讲，其实以色列人甲巴勒斯坦人，其实因的血统是真亲，其实因是兄弟。过来100年以前，其实犹太人甲巴勒斯坦在地的人是和平做伙，后来是因为政治因素，较伫遐结冤仇。所以我拄讲的，祖先拢无迄计较啊，子孙伫遐计较半步。伫即场战争的中间，约书亚带领军队甲亚玛力军队交战的时阵，摩西、亚伦互你爬到山顶，每一遍摩西手举起来，上帝就互以色列军队伫战场顶面占上风。当摩西手酸啊，将手放落来，以色列百姓就迄当阵节节落败。这互咱看到啥物？就是团队的重要性。约书亚提刀提枪带军队伫头前迄战，但是摩西伫后面透过举手的行动来显现上帝的气力。当然，摩西手酸的时阵，亚伦互你就摕石头互摩西坐咧，然后手换伊的手，互约书亚带军队来战赢亚玛力人。就是因为安尼，即场战争胜利了后，无任何一个人将功劳归伫家己。约书亚毋是讲拢因为我伫头前迄战，所以功劳是我。
摩西无讲，拢是我手举悬悬，互你会当得胜。因为伊手嘛会酸，伊嘛爱靠别人换伊的手。搁较重要的，大家拢知影，敌众我寡，但是以色列人会当胜利，这是因为上帝的气力。所以摩西出来去记17章就记载，摩西起一座坛伫遐，号名做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将即个正名的功劳归乎上帝，毋是归乎任何一个人。这就讲到团队服事的重要。其中之一是啥物？团队帮助咱，尤其伫教会的中间。有可能你会感觉，我拢会晓做啊，我都有在做，就较顺啊。甚至伫咱较小型的教会，这是上惊的，就是安尼。我拢会晓啊，我落来做就好啊。免啦，我做，我顺路来做啦。结果后来咧，你做足济，结果伫遐埋怨半步，然后别人咧，是你爱做的啊。你即摆若公园拢无爱做，公园拢无关心，是你家己爱做的啊。后来变做啥物？就真正伫遐计较三井啊。团队的重要性，其中一项就是帮助咱谦卑，帮助咱知影咱家己是有欠缺，咱有无够呀。帮助咱知影啥物？团体是大家的，毋是干那我的。团体的重要性，团队服侍的重要性是啥物？发觉我的兄弟姊妹其实拢有上帝所授予的恩赐，只要上帝的旨意，只要这是上帝的旨意，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来服侍主。所以团队服侍真正真重要，真正非常的重要。搁转来看，摩西将这个坛伫正名了后，起一座坛，然后伊号名做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上帝，耶和华上帝是战旗、升旗、战旗。战旗是啥物？当部队伫战场迄战的时阵，看到战旗就知影安怎冲。战旗向前冲，你就向前；战旗停落来，你就爱采取防卫攻势，就地找掩护。若战旗向前冲的时阵，提枪快跑前进，这叫做战旗。然后战旗的另外一个功用是啥物？鼓舞士气。所以战旗袂当倒，战旗袂当倒。就算讲举战旗的人倒落去，边仔的人嘛要甲伊举起来，因为战旗表示讲继续迄战。战旗若倒落去，安尼咧，安尼大家就好逃走啊。所以战旗会当鼓舞士气。战旗会当组织军队，大家来做伙冲。所以耶和华西尼的这个名，就代表以色列百姓伫这个战争的中间体会到上帝。虽然讲战呢，伫战场迄战争的是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的军队，但是是上帝召集因大家做伙来战，是上帝互因得到战的勇气甲信心。摩西借着这个名，互以色列百姓会当得到提醒，就是战场顶面的胜利，拢是因为有上帝的大气力，才会当互因战赢。上帝的美好，上帝的大气力，上帝的权柄，是通过以色列人来战赢，来显明。所以以色列百姓战赢，
阿妈的人是要显明上帝的美好、大快乐，甲上帝的权柄，毋是为着个人的荣耀。落去兄弟，上帝是得胜的上帝，咱会当得胜，全部拢爱靠着上帝甲咱做伙伫地。咱的得胜是为着互上帝的大快乐来显现，这毋是为着咱个人。所以，若是你伫某一方面，你的表现非常会好，这是为着要互上帝的快乐来显现，毋是严光咱家己。上帝讲：看啊，要有人来攻击你，但是迄毋是出对我，攻击你的，要因为你来拍倒。落去兄弟，伫生活的中间，咱常常爱面对真侪挑战，咱难免会拄着人生的低潮，但是就是因为咱倚靠上帝，咱无互这个困难来拍倒。只要咱徛在，咱就互上帝的大快乐，上帝的信息会当来显现。上帝是完全的美好，伊带领咱行过无共款的处境，伊不只是互咱会当学习，搁较信靠伊，伊也透过咱，互伊的大快乐，互伊的慈悲疼痛来显现。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真正感谢你，你互阮看到你，就算阮面对着困难，主啊，你拢甲阮做伙伫咧。你爱阮伫逐项事的中间来学习，搁较倚靠你，毋是倚靠家己的才调，是倚靠主你的快乐，你的权能，你的疼痛。主啊，当阮需要你的时阵，求主你互阮会当透过家己亲近，你互阮得到信心甲快乐。当阮有所需要无办法满足的时阵，主啊，愿主你的圣神帮助阮，用信仰超人的眼界来看代志，看到主你伫阮一生的中间，每一个路站拢有主你的引带。你互阮无因为物质的欠缺，甲阮个人的软弱，你就离开阮，你一路带领。主啊，你爱阮学习，搁较倚靠你，所以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时时刻刻有主你的话伫阮的心中提醒阮，阮毋是家己迄行，是有主你甲阮做伙同行。求主你的圣神帮助阮，互阮时时刻刻会当体会到有主你的同在，有主你的快乐的扶持。也恳求上帝，你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中。当阮需要的时阵，主啊，你的话及时来提醒阮。求主你的话也成做阮头前的路灯，照光阮头前的路，互阮会当看到有主你指引阮的方向。主啊，求主你带领阮，看顾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咱感谢牧师用主活命的信息，互咱真好的勉励。应答上帝话，咱撒迦利人圣诗160首，圣诗160首，诗刻我需要主，极大慈悲，就听我主的声就会欢喜，求主应验我心内，诗刻甲我立地。我羡慕这好福气，我来就你。圣诗160首，咱起立撒迦利人。是咱要来奉献，咱请秋妹执事、济南执事来书献。
你还是大家平安。平安。咱来掀开咱的周报，咱来看报告的事项。第一，后礼拜是台湾新人医的纪念主日，行医有派大学硕士2年级的单姓男同学，要伫咱本会来请安报告甲证告。第二，七中会妇女波东小区第68届第5摆聚会，要伫11月初7礼拜2下晡1点半到2点，到4点，伫上山长老教会举行，主题是4名的转向，讲员是赖宏业牧师，请报名的姊妹当日准时出席。第三，有探访需要是愿意开放咱的厝来举行家庭礼拜兄弟请咱来牧师是咱的中心以便来安排。第四，鼓励教会兄弟姊妹参加咱每礼拜5暗时7点半到8点半的查经基督会。即时查阅的经文是旧约创世纪。第五，后礼拜台湾新人医纪念主日，讲道的题目是勇敢行出去，详细咱家己来看。咱来看聚会活动，聚会咱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圣歌队练习是早起8点45，查经基督会是每礼拜5暗时7点半。咱插会班每个月的头一个礼拜，早起10点。后礼拜查经经节，发表咱顶礼拜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来看，毋对咱过去来更正。圣讲的事项，咱今仔日的招待是方师兄甲春英节。插花是插花班，清扫是素琴社。后礼拜讲道是单姓男，书花是黄明义，书琴是玉洁执事，领事我本人。书黑是吉南执事、民兵执事。交代是素琴社平农乡。插花才有行程是后礼拜是秋美执事，清扫是应勤社。咱来看即礼拜的经句，出来自17章第6节。看，我要徛伫你的面前，伫好热的石盘顶，你拍迄粒石盘，要有水对遐流出，互百姓啉。咱三个来读。看，我要徛伫你的面前，伫好热的石盘顶，你拍迄粒石盘，要有水对遐流出，互百姓啉。我要徛伫你的面前，伫好热的石盘顶，迄粒石盘，要有水对遐流出，互百姓啉。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出埃及记7章。我来一完这地，大概用拱手来互相请安，来，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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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平安。我有力对无？拄仔牧师讲，圣歌队，听着圣歌队，阮拢注意听，袂使有计较，阮拢无计较。只要阮的指挥若讲你唱什么，我们就要唱什么；你唱天籁，我就要唱天籁；你唱贝斯就要唱贝斯。我们只有讨论，你站哪里，我们就站哪里。我们都一直都是听我们的指挥。他说：“牧师，你要弹好。”牧师就说：“好。”只有一个好，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好牧师娘。所以讲，牧师讲的真好。
牧师佫讲到团队服侍真重要。真重要，咱看到咱团队服侍，咱教会常常牧师讲小而美。咱看咱即摆几摆诶活动，也活礼拜是家庭礼拜，每一摆咱若活动，咱注意看，每一个兄弟拢照伊上帝的文书，大家拢点点来做。比如讲，唱尾执事，伊拢会安排车辆、保险，消保者伊拢会家己来准备，家己做的早点还是点心。路长老伊会安排阮路线安怎行。我即摆足钦佩路长老，我真来还佫毋知影讲要去大渡路可以走那个湖国路，这样一直上去。哦，迄个足紧的呢。吼，还佫有咱的贤宗兄，每一摆带咱拍照留影记录，佫有达人家属，每一个人安尼出车辆。上重要的是，大家拢有参加，互咱每一摆活动拢安尼真趣味，安尼真有内涵啦，内容。尤其是这样，咱伫乌登义美术馆，我们在那边看看，甚至可以看到美术之外，我们还可以听到房子的要怎么样的来。我们帮习兄的专业，我们欲罢不能了，真的是很期待他哪一天的礼拜晚，我们可以安排一次，来好好的讲我们怎么样的都更呐。对，我们家里都一直等你来的，帮我们讲一下，还有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有可能来都更这样子哈？所以我是感觉是祝福咱教会，咱看咱小经，你看到咱今日茶会，是咱江老师，全台湾最厉害的老师就是江春美老师，记得啊。你看他牺牲他自己的时间来教导我们咱的姊妹，插出遮水的花，那个后边嘛红盆，这拢是咱大家叫咱大家很顺吼，美妙的歌声吼，大家拢献出咱家己的才能，咱都要感谢主。就是他的结论：上帝是完美的美善。伊带领咱行过境遇，不同的境遇，是要爱咱学习，搁较信靠伊。咱感谢师父，咱真好勉励。好，咱即时要来吟煞尾边的诗398首，圣诗398首，咱起立三个来吟。恁着爱伫生活的中间，无论拄着什么代志，因为有主的同在，所以咱拢爱徛条条，勇敢来面对头前的路。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恩变照恁，让主庇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